迄时犹大离开伊兄弟，落去甲一个阿杜兰人名叫示拉的厝内去。犹大伫遐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阿的女儿，就带伊为妻，甲伊同房。伊就怀孕生了后生，犹大甲伊号名叫尼。伊又怀胎生了后生，母亲甲伊号名叫俄兰。伊又搁生了后生，甲伊号名叫示拉。伊生示拉的时阵，犹大正伫基斯。犹大为长子尼娶某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长子尼伫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伊死了。犹大对俄兰讲：“你当甲你的哥哥的牵手同房，向伊尽你为小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入后。”俄兰知影生子无几家己，所以同房的时阵便遗留在地，免得甲伊哥哥留后。俄兰所做的，伫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伊死了。犹大心内讲，恐惊示拉也死，像因两个哥哥共款，就对伊新妇他玛讲：“你去伫你老爸厝内守寡，等我后生示拉长大。”他玛就转去，住伫因老爸厝内。过了真久，犹大的牵手苏雅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甲伊朋友亚杜兰人示拉上亭那去，甲伊剪羊毛的人迄边。有人讲互他玛讲：“你的公公上亭那剪羊毛去了。”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也袂有娶伊为妻，就脱了伊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布仔盖着面，搁掠条身躯，坐伫亭那的路上的伊那因城门口。犹大看见伊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伊蒙着面。犹大就转到伊迄边去，讲：“来吧，互我甲你同寝。”伊原毋知影是伊的新妇。他玛讲：“你爱甲我同寝，甲啥物互我呢？”犹大讲：“我对羊群内摕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互你。”他玛讲：“伫未送以前，你愿意甲我一个断头吗？”伊讲：“我互你啥物断头呢？”他玛讲：“你的印带，甲你手内的杖。”犹大就互了伊，甲伊同寝，伊就对犹大怀了孕。他玛起来走了，拄起布仔，犹原穿上做寡妇的衣裳。犹大托伊朋友阿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，要对迄个女人手内摕回转头来，却找无着伊，就问迄地方的人讲：“伊若因路边的妓女伫倒落？”因讲：“这里无有妓女。”伊当伊见犹大讲：“我无有找着伊，并且迄地方的人讲：这里无妓女。”犹大讲：“我将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既然找袂着伊，任凭伊摕去吧，免得咱被羞辱。”约过了3个月，有人讲互犹大讲：“你的新妇他玛做了妓女，却因为伊惊淫有了身孕。”犹大讲：“揪出伊来吧，甲伊烧了。”他玛被揪出来的时阵，便打发人去见伊公公，对伊讲：“这物件是谁的？我就是对谁怀的孕。请你认一认，这因甲印带并重拢是谁的？”犹大承认讲，伊比我更有义，
因为我无有将伊，互我的后生示拉，从此犹大无搁甲伊同寝了。达玛将要生产，不料伊腹肚中有一对双生。到生产的时阵，一个囡仔伸出一只手来，收生婆摕红线绑伫伊的手顶，讲这是头生的。随后，这个囡仔甲手收回去，因哥哥生出来了后，收生婆讲：你为什么抢得出来呢？因此，甲伊号名叫华勒斯。后来，伊兄弟迄手顶有红线的也生出来，就甲伊号名叫夏拉。